姊妹大家平安。天气无啥稳定吼，真欢喜看到大家，又开。真欢喜看到大家今日会使做伙组织。好，伫个咱礼拜大声，咱先做伙来祈祷。听谈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感谢你。伫今仔日，搁一遍引带阮兄弟姊妹做伙来到你的圣殿，阮要组织，阮要敬拜你。愿主你的圣神，临到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也愿主会当顾守今仔日的礼拜，自头到尾拢有你的看顾。也愿主今仔日透过牧师对阮的讲道，会当成做阮心内信仰养成的溃烂。愿你大大的甲阮每一个人伫地，愿即个敬拜会使成做芳芳的祭，献伫主你的面前。感谢主会当引带阮，互阮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阮安尼祈祷恳求，拢是奉靠主基督耶稣的圣尊名求，阿免。各位兄弟，敢有声？各位兄弟姊妹平安。咱来伫礼拜开始之前，咱先来锻炼咱的诗歌。咱先来看圣诗164首，至圣的神听阮祈祷。咱当先来听一遍即个曲。讲这时阵，我来介绍这首圣诗的作曲家 Henry Lahey， 出世伫英国伦敦。伊伫教堂内底做管风琴演奏家，伊毋若是作曲家，伊嘛是教授甲作家的身份。因有真侪作品拢真出名，当时有真侪人听了真喜伊。伊的作品有包含清唱剧甲器乐曲，这是作曲家的部分。咱阁讲到 Andrew Reed 所写的即个歌词的部分，即个歌词的意义真好，总共有较长，第1节到第7节，第1节到第4节所讲的是咱对神的即个恳求的是咱家己的心来做神的圣殿。第5节到第7节所求的是神互咱全人类的代志安尼，所以讲第2节到第6节中间所求的求神光照咱，赦免咱的罪，互咱得到活路，求神锻炼咱，互咱归顺救主，献上咱家己做圣洁的祭。阁求神润泽咱的心，互咱有力量去听人结好果子。阁来第5节讲求神赏赐仁爱平安，互教会伫地拿天。求神赐下无顺节的恩典，赏赐伊的救恩，互万民拢会当甲神结连。最后求神互规个世界拢来做神的圣殿。这是一个意义真好的诗歌。望咱借着这首圣诗来主诚心祈祷，将互咱甲主有真实的结连，亲像枝连伫葡萄树，嘛会当借着主的疼，将耶稣基督的救恩分享予搁较侪人。好，即马咱来同齐来唱第1节。至圣的神听阮祈祷，愿这做你圣殿，你来为使阮殿无限，请来无伫眼前。第2节。求你
三节。求你那回团连我心，派代已经世度，何愿中心全献罪罪，归顺我的救主。第四节。求你那好及时光我，论着情人的心，何因有咱皆好归之，听咱一日那情。好，咱唱到这。好，这是咱的第一首。咱搁来掀开351首。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耶稣应因讲：恁即个水的拢要搁喙焦，独独记若啉我所要予伊的水的，永远袂喙焦，因为我所予伊的水，要伫伊的内面成做水泉，直直冲起来到永远活。这是约翰福音第4章。瑞典有名的诗人赛特林是用这个经文来写这首诗。歌词内底讲，耶稣赏赐予咱的这个活的水泉，通好洗清咱的罪过，得到新的生命。经过水的洗礼，得到救，得到平安，永远袂枵，嘛袂喙焦，互咱得到力量来做上主忠实的奴仆。伫唱的过程内底，咱会当哪唱哪来感谢上帝赏赐予咱有教义的恩典，感谢主赦免咱的罪，互咱有搁一摆的机会重新来挖掘伊，将荣光拢归予一位放下伊的性命来拯救咱，来听咱的主。咱来唱第1节到第3节。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要赏赐丰盛的活命，祈祷人所欠你白相思，我你甲我无欠一领。上主的水泉洗清罪过，互人改变的生活命，去比大所地也袂摧毁，祈求的人要得到耶。上主的水泉使咱拯救，有清气奇妙的平安，伫死的中间也是平安，为你为我大行必办。接落来，咱来看305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这首圣诗的曲甲歌词拢较简单吼，咱会当直接来读一遍。为第1节开始，请。我的心神，你着唱歌，学老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顶地下，学老全能主上帝。第2节，至大救主疼痛上帝，照顾人类的天父，四季转赐福天下，田园出产。第3节，我的心神，我的心神，虔诚条件主的面，伊是全能荣光上帝，永远伫你天顶地下，学老至圣主上帝。咱来吟第1节。我的心。
3节。我的心声，我的心声，应了基主的名，你是全能荣光上帝，永远伫你天顶地。爱心主上帝。上帝确实是值得咱来学乐的主。咱团练诗歌到这时，请咱闭慢心来参与今仔日的礼拜甲圣餐。上主啊，早起时求你听我的声，早起时我对你恳求，搁听候。毋过因为你丰盛的慈爱，我会当入你的殿，心存敬畏，伫你的圣殿敬拜。请咱做伙来吟新圣诗第164首。至圣的神，听阮祈祷。至圣的神，听阮祈祷。愿者做伫圣殿，你来月事恩典无限，请来无伫眼前，请起立行全首。至圣的神，听阮
请坐。请咱做伙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死女玛利亚出世，被本着比拉多任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面，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国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咱做伙来启应，伫新圣诗的后壁面启应文第45篇，也就是以赛亚书第40章。至圣者问：恁有啥物人亲像我？恁也捌看天。是上主，伊摄制万军，算因的少爷。因为伊有大气力，有大权能。哪个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以色列啊，你是安怎埋怨讲？你敢毋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伊袂野也袂善。野善的人，伊互因有怨气。少年人拢会野善。毋过，我靠上主的人会重新得到气力，因为亲像鹰鸟铁丝飞悬。请咱同心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阮献上阮的祈祷。你用圣囝耶稣的宝血洗清阮的罪，互阮会当伫你的疼中长大。纵使阮犹原毋是完全的人，伫生活中阁有侪的试炼，求主你会当使阮分别好甲歹的心，继续行伫你所欢喜的道路。阮即时也要为着阮所徛起的台湾来祈祷。愿主的真理照伫即个土地，也愿你临到伫每一位百姓、政府官员的亲像，学习谦卑，听候你的旨意。也愿你的国降临，互无公义、悲伤的代志会当离开阮的心中，互阮用望、喜乐的心，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前。除了台湾，世界也有侪国家地区咧战争，足侪人因为安尼失去性命，影响生活。求主你引带阮人的心，除去阮心中的怨妒甲相对立的心，是为着和平来合作，也互阮专心倚靠你的保护。因为主你是平安的源头，阮相信就袂惊吓。阮教会伫歇热的时，阁有足侪活动要进行，无论是主日学的夏令营，也是青少年的福音队、生活营，阮拢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主看顾所有筹备的同工，有对你爱的智慧，伫过程中有你满满的恩典甲大能力，也互所有参加活动的兄弟姊妹，搁一摆来经历你的疼甲恩典。
阮也要继续为着侪身体欠慢的兄弟来祈祷，恳求主医治的手临到因，无论是心灵也是身体，拢会当得到恢复。也甲照顾因的人同在，伫过程中拢有你的安排甲引带。今仔日要举行圣礼典，透过圣餐，阮搁一摆来思考耶稣用肉体甲宝血的牺牲，要带互阮生命的意义，互阮毋过为家己来活，搁较是为主来活，对即个神来行出好的行为。文山教会已经伫马沙地区久久，愿主继续使用阮，诚做传福音的器具，伫工作、学校、生活、社区，拢会当见证上主伫即当中的奇妙作为，将福音的信息传到逐位互需要的人。阮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免。请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使徒行传》第11章第50到第10节，以及12章的第60到第11节。《使徒行传》第11章第50。我伫约帕城祈祷，神魂游伫上外时，看见异象，有一个器具，亲像大八布。白丝的角头对天对落到我的面前，我注目看，详细想伊，看见有地上四骹的精神野兽、通拖，甲天中的飞鸟，搁听见有声甲我讲：彼得起来，刣来食。我讲：主啊，断毋通。因为凡若粗俗的物，也是无清气的，拢袂捌入我的喙。若是啥第二摆对天应讲，上帝所予伊清气的，你无得掠做粗俗。亲像安尼3摆，逐项物就搁收上天。第二位是第12章的第60到11节。希律要摕伊出。迄暝，彼得跋伫2条铁链，困伫2个兵的中间，搁固守的人伫门外咧固守。忽然有主的天使徛伫边头，房内有光咧照，搭彼得的鞋下，叫伊醒，讲：紧紧起来！铁链就对伊的手落去。天使甲伊讲：着下大。穿鞋，伊照安尼行，搁甲伊讲：换你的衫，缀我，就出去缀伊。毋知天使所做的是真，掠做是看见异象。已经经过第1甲第2故事的所在，到透城的铁门，迄个门为着因家己开，就出去，行过一条街。天使连臂离开伊，彼得醒悟讲：当我真正知主找伊的天使，救我脱离希律的手，甲犹大的百姓已经所仰望的。请圣歌队来献诗，今仔日要用的诗歌是：着靠主坚强。
请本堂科牧师来讲道，今仔日的题目是终于明白。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心来祈祷。主上帝，阮感谢你，每一天、每一个时刻，你日日在引带阮。这时刻，阮自责伫圣殿中，阮要领受对你下来的话语，愿信心帮助阮，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领受你的祝福、你的应允。愿信心伫阮中间，愿安尼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免。毋知大家过去即礼拜就好，过了安怎？咱回想一下，过去即礼拜你过了安怎？牧师简单调查一下，简单调查一下，你感觉你过了袂歹？举一个手，真好。你感觉你过了普通普通啊，无好嘛无歹，会得过尔？来举一个手，哎，请放。你感觉啊，我实在即礼拜吼。足侪代志吼，我拢拄着迄个臭拄坎的吼，互我过了足无顺利的，来举一个手。哦，嘛是有吼，来。其实吼，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内面吼，咱拢仰望一项代志，咱拢咧仰望讲，咱会当期待有一个真平顺的生活。所以拄则牧师调查讲，咱若用过去即礼拜来看，可能拜一甲拜五，恁拢咧上班。即个上班也是去上课，拢照着迄个规律，拢照着迄个时间性，一天过一天。啊，拜六礼拜，啊，咱有家庭的生活，咱有要来教会的团契的生活。其实咱每一天伫即个过程中间，咱拢需要为着每一项代志，咱来去烦恼。总是伫即个咱期待平顺的即个生活内面。咱毋茫讲啊，我啥物拢免烦恼，逐工安尼过就好。每一天日头出来，日头落山，咱拢想讲，咱会当享受伫咱每一个时间的内面。我想咱期待毋茫的是即款的生活，总是咱的人生无可能永远拢是安尼。伫咱的生活中间，咱会拄着一寡状况，有诶较严重，有诶无影响。无论安怎，当每一个事件咧发生的时刻，咱拢可能会有一寡犹豫伫个。咱的犹豫，一般的人的反应，迄种真直接的反应是：为何这件代志会发生伫我的身躯顶？为何这件代志是我伫这个内面我做毋到什么啊？总是对着时间。对着环境不断地向前行的时阵，咱迄种为何是我的这种冲击，就渐渐会当开阔起来。咱会当渐渐去明白、去看见这件代志伊真实的样貌。咱真正会当知影，伫迄个时刻，咱会当讲啊，原来是安尼。无的确无法度得到全部。咱会当了解，总是咱心中的迄种犹豫，咱迄种的无确定，会当得到一部分的解决。咱来用信仰来看，上帝找伊的独生囝来到这个世间。咱伫福音书看见当时的人对着耶稣其实有真侪无了解，甚至对耶稣有侪侪误解。伫这群人中间。包括一直军队伫耶稣身躯边的学生，彼得就是其中的一个。咱看到伫圣经内面描写着彼得，伊是一个讲话真紧，无去想，心内有啥物话就直接讲出来的人。总是经过每一届事件了后，彼得伊渐渐去明白，伊明白耶稣所讲的，耶稣所教示的。耶稣所行过这的新业，耶稣行过这医治的这一切，伊渐渐明白啦。伊了解耶稣来到这个世间，伊的身份甲伊的任务。对耶稣，互人钉伫十字架顶受难死，第三天过活了后，伊显现伫耶稣显现伫门徒的头前，彼得伊亲目睭。
亲身去体会、经历这一切。彼得就开始咧学习像耶稣共款，四过行动。伊行了每一个所在，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互迄个大比大告我，伊伫约帕，搁互一个叫做西门的这个厝内底领受即个异象。彼得对天领受的即个异象，伊伫异象中看见遐无清气的动物，伊连续3届，伊安尼甲上帝讲伊无食迄个无清气的物。彼得无明白即个异象的意思到底是甚物。了后，因为哥尼流来到西门的厝，彼得伫迄个时刻，伊真正明白，伊了解即个异象的意思，就是上帝看待每一个人，拢是一个真平等的一个意思。就是上帝看待每一个人，拢会当照着耶稣基督的名，得到罪的赦免，领受即个救赎的恩典。彼得嘛，伫迄个所在，就是伫凯撒利亚，伊开始咧传讲耶稣基督的信息。伫迄个时刻，信心降临伫每一个领受的人的身躯顶。彼得就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为因洗礼。这件代志，彼得是对遮外邦人甲因洗礼，所以这件代志就传到耶路撒冷。使徒以及所有的犹太人这个全地的信徒，因拢听到外邦人接受上帝的这件代志。咱看到圣经咧记载，这群人因无真欢喜呢。遐侪人受洗礼，遐侪外邦人领受上帝恩典，却是伫犹太人甲使徒因的心内，因无感觉真欢喜，因为因犹原坚持一项代志。就是外邦人爱接受割礼，因才有法度进入到犹太宗教的团体内面。照着犹太人的观念，无接受割礼的人是无清气的，而且彼得竟然甲遮无清气的人做伙食饭，这是违反着犹太律法内面迄个食米清气的这个条例。这个是传统犹太人，就是咧坚守摩西律法的人，因无法度接受的代志。伫创世纪开始，上帝吩咐亚伯拉罕为以色列的遮个男性行割礼，这个割礼是真做上帝甲因立约的证据。犹太人行割礼是咧遵行上帝的律法。但是，这个割礼甲悔改得救是无冲突的，因为上帝的心意是要万国万民拢因为相信救我耶稣，因的性命得到救。所以，咱看到伫传统的犹太人，因却将这个人的这个想法加伫上帝心意的顶面。所以，当上帝互彼得这个异象的内面，真清楚地指出，上帝认为清气的人袂当正做人三，人袂当看伊做是歹的，因为要讲的是上帝的主权超越这个法律的这个规范。咱若对哥尼流一规全家的人信主的这个过程来看，迄个是重要的关键，就是伊甲犹太信徒同款，拢领受信心的洗。所以咱看到，当彼得伊用这阵坚守伫传统主义中间的犹太信徒咧讲的，因咧甲说明，彼得一届搁一届咧甲因讲即个内容，互这阵坚持的人，因无搁去指责彼得，因为伫伊的身躯顶，伫遮外邦人的身躯顶，确实看到上帝的作为，因完全降服归顺，而且将荣耀归予上帝。所以咱看到的是，信心毋那是伫这阵外邦人的身躯顶咧动工，
嘛伫即阵犹太信徒的身躯顶咧做工，互即阵犹太信徒因放弃即个律法的即个旧的观念，因为即种旧的观念有可能咧造成教会中间的危机，即个危机伫即个信心的做工内面得到解除，彼得顺服上帝，以互上帝的作为会当成就。特别我看到伫圣经内面继续描写到彼得带着对约帕来的信徒，即个信徒连伊家己在内有7位咧见证，所以即个见证，咱若照犹太律法来看，这是一个完全的见证。各位兄弟姊妹，今仔日咱要举行圣礼典，咱要照着长老教会礼仪来看。咱圣礼典有2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洗礼，第二部分是圣餐。咱每一个人徛伫新约的这个时刻，咱拢爱经历到用水洗礼，以及信心的洗礼。就是主耶稣捌讲过，迄个行洗礼约翰是用水甲恁行洗礼，但是你要受到信心的洗礼。用水来洗礼，是信徒咧表一正人的面前，咧表明因认罪悔改，要归入基督的身躯。信心就带伫每一位信徒的内面。若是用信心的洗礼，这是信徒第一届经历信心充满伫因的内面，要领受对信心遐来溃烂。然后要为主做见证。咱若较白话来讲，用水行洗礼，是互信徒加入到教会中间，成做肢体的一部分。信心的洗礼，是持续互信心来充满伫咱的内面，互咱得到迄个能力去完成主耶稣交托的大使命。咱今仔日无行洗礼。咱无用水洗礼，可是咱有2位要信仰告别，因已经伫其他的教会接受过水的洗礼，伊伫咱教会参与伫聚会一段时间啊，因认同咱的教会，认同咱文山教会，因愿意加入伫咱即个大家庭的中间，因要通过长老教会信仰告别即种的礼仪，互因伫信心的内面。持续得到上帝所赏赐的能力，可以伫灵性顶面继续来成长，伫生活中实践上帝的话语，互人看到上帝的救赎。我想上帝要使用因，上帝嘛要使用咱在座的每一位。咱每一个人拢爱，嘛是一定爱经过水的洗礼，以及接受信心的洗礼。这个是上帝互咱在座每一个人拢要领受到的恩典。伊毋是要互咱干那领受这个因为悔改得到新的生命，嘛要互咱每一个人将这个机会分享给其他也未接受水洗礼以及信心洗礼的遮个兄弟姊妹。所以牧师知影，咱中间还佫侪人，因可能还无接受水的洗礼。也是咱接受水的洗礼，却无经历到信心真正的洗礼的时阵，那呢？当你也未接受洗礼，也未坚信的兄弟姊妹，你向上帝祈祷，互你愿意看见，而且真实经历对天来的恩典甲祝福。牧师相信，你的性命会互上帝更新，你会成做上帝所欢喜的见证人。彼得，伊继续往前行，伊去到安提阿的信徒向希腊人传讲有关主耶稣的福音的信息。主耶稣基督的能力就甲因同在，互侪人归信悔改向上帝的面。因真正成做一位基督徒，因领受信心的指示，因照着家己的能力。因捐钱
奉献予伫犹太地的遮的信徒，因为遐犹太地的信徒因咧面对的是伊要来的饥荒的威胁。咱看到伫迄个时刻，信徒中间真实活出彼此相相疼、彼此扶持的信仰的使命。伫初代教会迄个时期，基督徒犹原受到罗马政府的管理甲统治。圣经内面出现真侪希律王，希律王是罗马政府咧统治犹太全地的王，是一个代理的王。咱会当看到，伫耶稣出世的时阵，胎遐的婴仔、查甫婴仔的是大希律王，伊真正的迄个名是希律罗德。杀害惊洗礼约翰，而且审问主耶稣的是希律安提帕，是大希律的囝。伫今仔日咱所读的12章的经文中间出现的希律王，是大希律的孙，就是安提阿伯的侄儿希律阿基帕一世。这个王，伊想要讨好遮犹太人。因为伊家己有即个异东的即个血统伫个，佮加上伊是受到外邦的文化佮教育，所以遮犹太人毋是真介意伊。即个王伊要讨好遮所有犹太人，就照着压迫、逼迫遮教会，互犹太人会当欢喜。所以咱看到圣经记载着，伊将约翰的兄哥雅各给杀死。这件代志，伊发现讲犹太人真爱这种的代志，所以伊就去掠彼得，准备伫搬过节了后，就要将彼得来处死。圣经描写彼得互人关伫监狱的内面，有两个警卫伫伊的正边甲倒边，佮用铁链将伊的双手给扣掉的。这个时刻，教会兄弟姊妹知影彼得互人掠入去，因就伫迄个时刻，上帝来祈求。咱看到12章的第7节内面，讲到忽然这两字，是咧表明上帝出手介入伫这件代志的中间。这个上帝出手，是因为教会所有肢体来上帝祈求。这个祈求不是普通的，这个祈求是全心全力、真迫切，而且无停止的祈祷。神力就伫这个时刻发生啊！上帝差派天使来到彼得的身躯边，一个光照入去监狱的内面，天使拍着彼得的肩胛头，铁链就落落来。天使吩咐彼得讲：“你甲鞋穿起来，甲外衫抹起来，咱做伙来行。”当因行过监狱迄个上尾对外一个门了后，彼得还阁掠准是，这个是一个梦。咱看到伫头前，彼得伊真正会当明白的是，甲头前所看到迄个无清气的异象是无共款的。迄个无清气的异象是咧启示伫伊的梦的内面。但是这个时刻，天使带伊出监狱，这是一个真实经历的一个经过。所以彼得发出一个懊恼的声音，伊讲：“现在我真正知影，主差遣伊的天使，救我脱离希律的手，甲犹太人要加添伫我身躯顶一切灾害。”我想，伫这段经文内面，教会兄弟姊妹为着彼得迫切的祈祷，伊祈求上帝保守彼得，免互这个王所杀。当彼得互天使带出来的时阵，到因所聚集，这阵兄弟姊妹聚集的所在，因阁无相信，迄个门外迄个人就是彼得。各位兄弟姊妹。这个记载咧提起咱一件代志，
就是咧当咱咧拄着困难的时刻，也是当别人陷落伫困境的时刻，也是讲伫即个属灵的征战的内面，也是伫咱教会有特别需要的时。我知咱拢会献就咱祈求的祈祷，这个祈祷是一个真迫切的祈祷，而且有可能咱拢会尽加祈祷。但是有时咱伫祈祷中间会减了一项代志，就是咱的信心。咱毋知，若是知影爱祈祷尔，咱也爱真正来相信。上帝绝对会听咱的祈祷，因为上帝真正会听咱的祈祷。总是祈祷的结果，无一定是照着咱所祈求的内容，咱祈求的时间，因为迄是上帝的主权，上帝有伊计划的时间表，所以咱爱靠着信心，对着上帝的信来祈祷。时间到啊，上帝会成就这一切。过去这2礼拜，咱看到也是咱有去参与伫立法院外口的行动，伫现场有侪侪代志咧发生。我想咱伫网络顶面拢有看到这件代志，其中有一项就是伫济南教会因开放因的教会的这个场所，通过总会，通过青年委员会，通过济南教会，因毋那是伫协助遮物质的遮的收集，甲遮来分遮的食物。我看到一项代志是，因有准备糜甲面，要来互遮参与伫活动中间的人会当得到饱。因原本准备1000份，总是伫上尾煮出来是几1000份。真正的布袋饼、2尾鱼的新料，就安尼发生啊！咱若照现场的人讲的，因其实毋知影讲，迄个为外口不断一直入来食的高丽菜也好，食的红萝卜也好，食的所有要来煮物件、食的物件，是怎样经过长长遮的人群来到济南教会的厨房？其实一般这种行动，拢需要提前的计划、演练，以及有真侪的安排。咱若想咱教会，咱要去一个野外礼拜，咱就要开始伫这时阵，咱就咧准备场所的勘探、人员的安排。总是伫这个新历中间，伊是临时发生的。所以我咧想，这若毋是信心咧做工，这款的代志无可能来发生。今仔日，咱要举行圣餐，咱要照着主耶稣的吩咐来设立圣餐，互每一位已经接受洗礼的基督徒，拢要来领受这个圣餐。大家会记得伫疫情的中间，咱有2届伫厝里领圣餐无？我想，迄个时阵，大家拢无法度来到礼拜堂，咱要安怎来领受圣餐？所以牧师透过说明圣餐的意义了后，以及咱要安怎来备办咱的心，咱伫厝内底来准备圣餐。所以迄阵有讲，咱礼拜结束了后，请大家翕相，将这个相片传到咱的群组内面。我即届咧做这个影片的时阵，咧收集遮的相片，恁知影有偌济张无？新历伫即个所在有100几张的相片。咱每一个人用咱的心来准备，所以今仔日咱伫教会内面要领受圣餐，要伫即个咱的大家庭做伙，咱要来领受上帝为你我所拍破的身体，甲所流出来的宝血。所以今仔日的圣餐较特别。今仔日牧师请苏珍姐替咱制作咱台湾本土所出产的番薯，来成做咱圣餐的饼。牧师阁要用咱目沙地区上在地的铁观音来成做咱的杯，因为当即个饼甲杯，咱会当领受的时刻，咱要来默想
这个福音临到台湾的恩典，这个恩典是对上帝的旨意甲计划来因。过去宣教师因所做，因无明白，总是伫这个时刻，咱会当明白，因为信心伫咱的中间，互咱领受圣餐的时刻，咱真实甲主耶稣基督共坐道。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拢要帮助咱搁一摆来回想一项代志，就是咱起初咱领受到呼召，成做基督徒的迄个时刻。有人讲是迄个感动也好，那呢，咱回想起来，你会当明白，你这个时刻要用怎样的行动来回应上帝吗？伫主耶稣基督过活了后，伫新约的时代来临，咱看到教会的兴旺，迄个时刻，教会的领袖受到真大的患难。咱看到彼得就好，伊咧面对的是一个生死关头，但是上帝出手拯救伊的性命。伫迄个时刻，彼得伊明白上帝的心意。当12章内底讲到明白上帝的心意，彼得伊知是爱将福音传互外邦人，爱将福音互万国万民拢得到救赎。各位兄弟姊妹，受压迫的希律王后来惨死，因为迄是伊无将荣耀归乎上帝。但是各位兄弟姊妹，咱爱想的是，上帝的道继续咧扩展，每一天拢咧兴旺。使徒行传内面，彼得的任务过一个段落，普世宣教已经开始啊！因为上帝的道无法度用任何一种方式甲阻止，上帝的旨意是要让这个福音继续往前行。所以咱看到这个福音对安提阿开始往外展开。伫使徒行传12章25节内面讲到，巴拿巴甲扫罗完成任务了后，离开耶路撒冷，因带着约翰、马可做伙行。使徒行传12章记载着这个福音的开始来传播。13章开始，要用保罗伊的宣教做中心，要记录着上帝的国度来扩展，要印证主耶稣伫使徒行传第1章第8节互门徒讲的话：当信心临到恁的时阵，恁会充满能力，要伫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以及撒玛利亚，直到世界的落尾，为我做见证。当咱听想，当咱每一届咧回想主耶稣基督为咱牺牲的时阵，无错，今仔日要邀请咱每一个人，问家己：我唯一愿意为主做见证吗？咱同心来祈祷。全能的上帝，伫你的面前，阮每一届来到圣殿，阮每一届领受圣餐，我拢爱遐想，主耶稣你互阮的恩典。当阮问家己，我唯一愿主做见证的时，渴求信心能力充满伫阮每一个人的身躯顶，互阮有行动来回应上帝的听。愿主帮助阮，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时，咱们来举行圣礼典。伫举行圣礼典之前，咱有信仰告别，请咱坐咧吟。圣诗第351首，上主的水泉有水满满，咱唱第1节到第3节。在唱的时候，我们请今天信仰告白的
王台生弟兄、王林姐妹来到台前。哦，给我送了。哦，宋台生，拍谁？来。上主的最上主的水泉使咱解救，有清洁奇妙的平安。以水的中断也是平安，为我平安。好，这时要来举行信仰告白。我们得帮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耶和华的名。今天宋台生弟兄跟王林姐妹站在我们的面前，他们已经在其他的教会教派接受洗礼。今天他们要告白他们的信仰，而且要来接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一切的规定。所以这时我要来问你们几个问题。第一，你们深信上帝为你们的天父，耶稣基督为你们的救主，圣灵为你们的保惠师吗？你们是否诚心认罪悔改，并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功劳，使罪得赦免？你们当依靠上帝的恩典，尽心服侍他，一生一世走他的道路，尽信徒的本分。你们愿意如此行吗？好，这时牧师要来宣告。你们已经告白你们的信仰，我奉教会的头，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也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教会小会的权柄，接纳你们为陪参会员，有份于主的宴席以及新约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全能的上帝，你在这世上建立你的教会，并且应许到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到世界的末了。我们感谢你，让他们能够领受这样的恩典，也求你看顾他们，让他们来到教会领受你圣餐的时候，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与宝血的时候，求你让他们看见你的爱，享受你的恩典。愿主亲自用你的能力来保护看顾他们，从今天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请小会员来接纳。好，教会有准备花哈，我们请苏长老来给你们两位代表教会的其他弟兄姐妹来接纳你们。好，那个还有简单介绍一下。大家认识你一下，好，那个宋台生弟兄跟王林姐妹呢，他们就住在我们隔壁而已哈，那个敦煌的楼上哈。那他们很早就来到教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哈，其实我们都可以看得到他们哈。那但是因为他们大部分都参与华语礼拜比较多，所以我邀请我们弟兄姐妹哈，就要跟他们多多认识哈。那他有很多的宝，好，他在松年团契分享过，好，所以你们可以向他挖宝哈。好，我们再一次代表教会欢迎他们。请坐。
这时咱要来举行圣餐，请咱议员坐咧吟圣诗第359首，圣诗359首。咧吟的时，请长老来准备。主名里来这下，北边旁为救下，大地阿主高贵人家，祈求天地天下。蓝点世间，虽然有罪，家中相望不空。就是无比家中所为，因你之天公。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属伫教会的陪餐者，咱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基督对归向伊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耶稣讲：“我就是活命的饼，就近我的人决断袂枵，信我的人永远袂喙焦，就近我的人，我决断无去杀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甲咱众兄弟姊妹同在。所听兄弟姊妹，咱来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就是照保罗所讲的，因为我对主所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又摕饼，祝谢，八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今年来纪念我。食了后，佮旁杯讲，即个杯是新约，是伫我的血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我，因为恁每一届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咧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摕饼祝谢，所以咱照着伊的名，伊的模样，大声咱做伙来祈祷，感谢上帝。主上帝。这时刻，愿遵探你的命令，摆设这个宴席，是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恳求你，找献圣情来圣别阮，也圣别伫桌顶食的饼甲杯，互阮接受这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你的恩典中得到帮赞。这的饼甲杯，会当成做培养阮灵属灵的食物，互阮伫你的恩典中会当成长，会当荣耀上帝你的名。愿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今仔日这个番薯。伊有较嫩，所以咱较定咧食的时阵，就爱细粒豆豆仔剥。一
这个是主耶稣的身躯，为着咱每一个人所拍破的。主耶稣的身躯，为着在座咱每一个人所拍破。咱请服侍长老。当咱摕着饼，咱问家己，主耶稣为咱牺牲，咱会当做什么来回应伊？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所拍破的。咱在领受的时阵，请咱今仔日豆豆仔步，咱要来领受上帝所给咱的恩典中间的甘甜，咱做伙来领受。食了后，佮旁边讲，这个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每一届啉的时，就今年来纪念我。咱请服侍长老。
最后所讲，即、个杯是新约，是用我的血所设立的。你每一届啉的时，就今日来纪念我，咱同心来领受。但每一届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要等候主过来的时，咱同心来感谢。全能的上帝，因为你对阮极大的疼痛，互阮通领受你下来圣餐，来培养阮的灵魂，互阮明白阮甲你同在，互阮明白阮是你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是受到祝福的信徒，是你永远国度的护卫。主上帝，恳求你接纳阮，嘛帮助阮，会当伫你的恩典中间来荣耀上帝你的名，互阮会当回应你对阮每一个人的呼召。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即时，请咱来唱回应的诗，《圣圣诗》第305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我的心神，你着唱歌，学乐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顶地下，学乐全能主上帝。请起立来吟全首。我的心神，你着唱歌，学乐感谢主上帝。我的主是我的上帝，伊有创造天顶地下，学乐全能主上帝。一大救主听咱上帝，照顾人类的甜美，赐开温泉，赐福气的长远主宰，互阮强困，学乐只怪主上帝。我的心神，我的心神，天生调起主的名。你是全能永隔上帝，永远伫你天顶地，学乐只是主上帝。请坐。即时咱来奉献。第一届的奉献是为着献餐的奉献，今仔日献餐的奉献单位是目沙馆。
即是礼拜奉献。请坐。即是我来报告，伫报告的内身，咱做伙来读今仔日的经句2遍，伫周报的第2页。请，既若爱夸口的，就因为即个来夸口，就是伊捌我，知我是耶和华。耶利米书第9章第14节。既若爱夸口的，就因为即个来夸口，就是伊捌我，知我是耶和华。耶利米书第9章第14节。下周的圣工分担，因为时间的关系，请大家家己来看。来周的聚会内容：拜3早起祈祷会，题目是出埃及记第11章，主理是科牧师，书会是张义成长老。主日礼拜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3章第44节到48节，题目是较无。主理是科牧师，请大家当伫厝内底身边办心。请掀到周报的第6页，教会消息报告。第1点，圣礼典。本主日礼拜举行圣礼典，今仔日是为牧师馆、肉沙馆来奉献。今仔日也有信用个别的兄弟，是宋台生兄弟甲王玲姐妹。第2点，圣工事奉表，请各团契伫6月15号进前到下一季的聚会表，互干事来进行圣工事奉表的安排。第3点，恭喜宋台生甲王玲夫妇的大囝宋嘉恩
甲赖玄雅夫妇伫5月21号有生一个囝，母囝拢是平安，愿主祝福。第4点，安息主怀，周玉官姊妹伫5月22号拜3安息主怀，享年70岁，要定伫6月7号礼拜5的上午10点，伫第2殡仪馆进行罗4楼致哀一厅，要举行日莲甲火化的礼拜。伫6月8号礼拜6上午10点，要定伫文山教会举行告别礼拜。告别礼拜了后，要前往平安园举行安放礼拜。若是有要参加安放礼拜的兄弟，请小等下会当到1楼柜台来报名。第5点，儿童主日学的夏令营报名。欢迎家长若是有符合资格的学生来报名参加，报名表囥伫1楼的柜台。若是有任何的问题，请欢迎来甲总召曹文正兄弟，也是理学传道师来问。时间是伫7月8号礼拜1到7月10号礼拜3的上午9点到下晡5点。地点是伫咱教会。费用是一个人800块，对象是伫幼稚园大班毕业到国小6年的学生。好，毋知今仔日有第一届来教会兄弟无？好，即时咱来行平安礼，请大家来互相请安。请咱做伙来唱，咱拢诚做一家人。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才做着行你。咱拢诚做一家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才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才做神。因为耶稣的革命，因为耶稣让有高华的热心，欢喜扬手主我命，欢喜给人的注定，因为耶稣有三业主输定。请咱犹原徛地。来言祝福的诗，诚信诗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吟诗线请牧师来祝祷。咱同心来领受上帝的祝福。
愿天父上帝所赏赐的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所带来五目甲救赎，信心同在的扶持甲帮赞，互咱每一个人在领受上帝恩典的时，咱拢回应我愿意去为主做见证。愿主的祝福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别倒。礼拜即时结束，愿上帝祝福大家。请咱协助将迄个圣餐杯摕到后壁，互同工会当整理甲清洗。